你是孟小夏？我是万天野的同学，铁哥们儿，我叫段少辉。我找你，咱们就开门见山的说吧。你住在丁曼家里，这事儿不合适。怎么不合适？这是人家丁曼和万天野之间的事情，你跟着里面瞎掺和什么呢？你这么做很不合适，你知道吗？一个小女孩像个尾巴一样的，一天跟着万天野后面跑来跑去，你不害臊吗？你脸……这是我们家的事儿，你管不着。你算什么人啊？你们家的事儿，丁曼跟你什么关系？万天野跟你什么关系？你和谁是一家的呀？我警告你，马上从丁曼家搬出去，否则的话……不是怎么样？你还想打我呀？你打！你现在就打！你以为我怕你啊？嘴还挺硬。这样吧，我呢，可以给你一大笔钱，只要你从丁曼家里搬出去，离开万天野，好吗？你能给我多少呀？够你这辈子什么都不用干了。那得是很多钱吧？开个价。我呢，这辈子还真没见过什么有钱人。既然你这么大方，我也不知道说什么了。这样吧，我还有2个小时40分钟下班，到时候咱们在医院门口再细谈这件事儿，怎么样？行，我等你。倩倩啊，少辉没有跟你说丁曼跟他说什么吗？姐，我觉得他和少辉的关系好像不一般。为什么？你走以后，他自己坐在沙发上发呆，好像很痛苦的样子。你也别多想，丁曼虽然离婚了，但他毕竟也是少辉以前的嫂子，就不会有什么的啊。哎，孟小夏，咱俩谈谈吧。啊？谈什么呀？不就想谈钱吗？对啊。你能给多少？你想要多少钱？你给我的钱，买得起这辆车吗？开车。本姑娘今天心情不好，哪儿背去哪儿吃。去最贵的餐厅吃2头抱抱。他看着我，他看着我，他似乎在对我说，当我走近，孟小夏，你能别糊弄我吗？这到底是你请我吃饭，还是我请你吃饭啊？你怎么这么饿呀？妈，你不饿吗？那你把你扇贝给我。对了，正好，今天的事情呢，谢谢你了哈。哼，能从你嘴里蹦出这仨字来，真不容易。我就随便这么一说，别当真啊。哟，我还真当真了。哎，你等会儿，我先挤2滴眼泪出来啊。鳄鱼的眼泪就算了吧。孟小夏，我跟你说点正经事儿。你有正经吗？你让不让我说呀？说。我觉得吧，你还是别掺和人家2口子的事儿了。什么叫我掺和人家2口子的事儿啊？是他掺和我们2口子的事儿，好不好？
他跟万天野离婚了，离婚就意味着不在一起了。现在丁曼他才是第三者。现在这个世道真是奇葩天天有，前妻都来当小三。不是，那这说明丁曼对万天野还有感情啊？我对万天野更有感情，好不好？我告诉你啊，不管丁曼出什么招，我都见招拆招。他想拆散我跟孩子他爸，没门儿。你能自己听听自己说的话吗？还孩子他爸，我问你，毛毛是你亲生的吗？那我不管，我要的是万天野。马夏，你是不是恋父啊？你还恋母呢？你是来吃饭的，是来气我的呀？哎呦，行，什么情况？一句话不对付，说翻脸就翻脸啊！那你快点说点鼓励我的话。给你饭。你真不吃啊？不吃。孟小夏，你和那个大叔真的不合适。哎呀，让你说点好听的话，你不会是吧？我说真的呢，我是担心你。担心我什么呀？我担心你吃亏啊！你说现在这世道，男人本来就花心，更别提老男人了。这老男人知道自己的青春转瞬即逝了，逮着嫩草想吃一口，赶紧就咬一口。李文红，你是吃猪脑长大的呀？思想这么肮脏？不是，你能让我说完了吗？我不听。什么叫做老牛吃嫩草啊？是，我承认呢，我跟万天野年龄是有点差距，但是真正的爱情是可以跨越一切的，一点现代意识都没有。我告诉你啊，要是一个10岁的人爱上一个30岁的成人，那是找爹找妈。我这一个再过2年就晚婚晚育的人了，我找个男朋友，我至于考虑年龄问题吗？那我问你，你说你跟万天野要是2个人手挽手走在大街上，那你是像他老婆呀，还是像他女儿啊？我管他像什么呢？我想着就别扭。你老想我干嘛呀？你多想想那个从泰国回来的人妖普男叔就好了。什么从泰国回来人妖？你忘了？就那个给自己贴3片小布，把自己整得像出水芙蓉的那个。哎呦，想起来了吗？我求你了，别人抖是种享受，你抖我头晕。李家豪，我告诉你啊，就你这品味，我送你一个刺。不是，你甭管人次不次，人家是个女的，反正人家不是从泰国回来的。哦，那是从韩国回来的喽。什么从韩国回来的？人家正经是从美国回来的 ，USA。还 USA 呢，一点芭比娃娃的气质都没有。我跟你说，他没整过容。你对人家的身体结构很是了解吗？那是，我小时候一览无遗过。哦，难怪看我那么不顺眼呢。哟，不，真不敢啊！虽然你这身材没有他立体，但是也很好，可以说是赢你。算你有眼光。我说真的呢，我李家豪压根儿就不是一个追求感官刺激的人，我享受的是心灵上的快感。切什么呀？哎，要不然给你来点醋。来醋干嘛？不吃醋啊？不吃醋就好。你到底跟他什么关系啊？啊？他的爸妈是我爸妈的朋友，我们俩呢，就算是从小一块玩大的发小吧。哦，就是传说中的指腹为婚、青梅竹马、两小无猜。那你们俩什么时候洞房花烛啊？啊？不是，孟小夏，咱俩不是说你跟万天野之间的关系的吗？怎么又扯上我了啊？你是不是有点介意他呀？我介意他干嘛呀？哦，
不介意就好。哎，你要什么介意可跟我说，弄不好咱俩还能假戏真做呢。别，咱俩是闺蜜，